姐来，冰姐。庄破兄啊！要无庄破兄啊！我伫咧叫你，无听到呀？无听伊啦。人客来真济，煞逼个，客家传两道啊！那临时临了是要对传啦？哎，啊，都是临时临了，唔知要叫你传，啊，若着定时定顺，本来就叫你传。哈，啊，若是讲借我说吼，入厝请人客，啊，讲按倒按到欠两个倒吼，这个话来传出去，笑破人的嘴哦。都是啊，正拄好啊！人伫咧讲都市上啊，你骹手食马掠，唔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人伫咧讲庄婆惊食豆，啊，传两道尔，敢传袂出来信？我甲你讲啦，那我庄宝祥啊吼，煮食煮20-30年啊啦，还唔捌漏开过。太准啦！哎，太准，我看你在走一撮。关小酒啊？唔是啦，你走东庄特理公庙啊吼，罗南水准东吼，3车路口，去高林啊因兜啦，哈，你去遐找陈阿富啦。有听无啦？有啦有啦，就是顶回你脚酸去互牛踏着遐嘛。你靠腰啊！哎，你叫陈阿富吼，菜留两道，啊，顺早就载转来，知影无？知啦知啦。嗯。东庄土地公庙啊，路南、东西南北南。东庄土地公庙啊，路南水准东，水准东。东庄土地公庙啊，路南水准东，3车路口去过林啊引导。哎呦，安那样呢？太准了！哎，你要来分四所面哦，袂有啊啦，人已经出山呀啦，你这趟我趁袂到啊啦。无啦，唔是啦，本师叫我来甲你推两桌菜啦。你甲我擂菜哦，这边哪用哩？我这个菜是要富人出山倒来要红食的呢，袂用哩啦。我等出山转来日头就要落山哩，放心啦，本师会叫菜市啊吼摕菜来甲你补啦。那人咧菜市要对谁收啊？甲主家收啊。啊，主家是谁？就我说啊。就我说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菜箱要送啦。哎，小啊，下我。知啊，从家拢甲你传来啊。好啦好啦，再无你的代志啦，你去分锅水啦。较惊济啦。无咱通分啊。啊。厝边的烧酒敢有够？有够有够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英顺啊，啊，你要开大，紧去放炮。放炮哦。嘿，去去啊！好，我。你先好，这边放！哎呦，拜托的啊，你妈咧吓惊好唔啦？我来啦。哦，无迄就无迄，牵到我甲你吓。进来进来进来。啊，我找几包，那无看啊下啦，就是无来互恁请上。我靠兄弟啊，紧办紧办。
吼，行辛苦你啦。啊有啊，甲你只甲你斗3工所在无？那你也要啥啦？哇，免啦免啦，莫让恁母啊闹皮就好啦。来喽！我手。切掉吼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搁要啉酒啊？啊若无啉酒，讲袂过是要开落。哎呀，身体拢毋顾。人是好嘢，人吼田园厝地村过面，毋才咧顾身体。啊，亲像阿爸即个，逐三顿就爱煮饭食咧做奴才，是咧顾啥物身体啦？你又搁安尼讲，是毋是今日搁甲人冤家啊？迄是咧极端点的啦。石无说因厝的查甫人吼，真是搞出来发落代志吼，我就真是甲伊冤家。你都毋知影迄石无说偌歹剃头的呢？一开始的时阵吼，是安尼扬三吐四啦，讲伊入厝请人客，命你闹开日啦。讲什物我的手路伊看上够价啦，啊菜单隐隐的吼，搁甲你嫌东嫌西啦。我是无愿意讲安尼煮饭才讲嫌呢。我知啦，讲我臭算去啊啦。啊像今仔日啦，倒家己按无够啦，搁你嫌讲我骹手慢煮袂有饭食啦。啊尾啊呢？啊我两个手就款款互伊去效果啊咧。爸，你嘛莫讲我歹听，什么好讲？就无说因是钱济吼，咧大声尔啦。认真讲个，这主食吼是糟蹋我袂着啦。来，来。嘿，无去上班？我即礼拜夜班啦。哦哟，在。你讲过啊，要叫啥就爱先啉3杯啦。啊，毋捌啉酒啊，啥会哭哭叫。莫啦，莫伤害啦。啊，你就知我袂啉呢。啊，袂啉是咧烧上药啦。无啦，啊，就阿富师吼，叫你去石无所因厝一撮啦。但阿富师，你入门安怎甲问，安怎讲，一句啊一句讲互道主上啊听。煞袂后壁若起背面，讲我伫咧熬生话，你大入门安怎甲问？歹势啦，就我说，啊，我是要来收迄2道的倒钱啦。啊是倒2道啊？啊，都我办丧事迄2道啊。道主上啊，我伫咧入厝，你踮咧我的厝埕咧甲我办丧事，啊，即个代志你莫安尼向我交代。当你话安尼讲就顶答啦。啊，事实上遐物件我是对单仔户遐搬过来啊。啊，话就毋是安尼讲啊。啊，明明就迄边咧办丧事，还无是要安怎讲？啊，透中昼12点啦，早起早就收啊啦，下晡时都还袂开的。我无向单仔户遐搬遐物件来，我是要用啥物互你食啦？叫人较啥？可像我爸安尼讲有理啦，迄钱无互人回用的啦。嘿，啊，我钱人那边，啊，我咧食好人饭。道主上啊，啊，我是甲你斗3工的呢，啊，你毋通互我食开倒卡吧？石无说啊，我是无遐好性地哦。遐个刀钱你是要拿，毋知你讲啥啦？当然嘛是要拿，我招无所袂为着小可钱，咧拍歹名声。也毋过遐钱我若拿，嘿，啊，这条代志你是要安怎向我回失的啊？我做奴才主教，互恁透过，就安尼回失的哦。来人有啊，遐个刀钱哦，我甲你算啦。来。哎，不用了。开2道的菜钱啊，换即个菜尾。啊，你无互恁爸啉，你是要互恁爸经死好啦。去上班啦，去上班啦。你叫是你管一管，叫恁爸就介好啦。你了你哪里啦？
买啥啦？5罐药啊啦，一罐酒费一罐药啊。你入去讲好啦，等阿霞因后壁也袂甲你安怎？问题都毋是会安怎袂安怎呢？问题是恁安尼讲，阮师根本听袂落去啦。林准，太准，你是咧参详啥？啊，就因母啊啦，讲啥物爱叫恁爸请八音去因订诶留咧一个，啊，搁放一罐炮啊甲下湿咧，安尼迄2道钱吼才要出啦。即摆去遐讲这哦？啊，你看安尼好无？伊即摆啉甲茫茫，你去遐讲这吼，倒连厝也才拆拆去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连你都用分析哦。太准，拢嘛是你啦，好歹事拢分袂清楚。拜托诶，迄是恁爸叫我去查诶呢，我本来知影讲迄办丧事你食诶。英俊，八音连炮我才传来去会室的啦，啊，毋过唔好阮阿爸知影哦。杨过阿霞，安尼个委屈着你啊你。啊，无你敢要答？太准，阮阿爸你再甲我顾一下啦，我要来上班啦，我即礼拜是夜班。好，好啊。我陪你来去。平平拢伫咧工作嘛，做头家呢，敢会比愈工较歹势？阿霞，我叫媒人去恁兜讲亲戚吼。阮阿爸迄种选择，敢互人讲有亲戚？我看毋是恁阿爸性地歹啦，你是咧烦恼讲以后日子要安怎过对无？新厝起悬悬，互你代代子孙中状元；啊，新厝好处理，互你大家拢食饱哩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！想袂到都市上这个查某囝正够讲话啊！来，这个红包拄啊2道半道的钱，互你。钱我袂用收，啊哈，这个礼若是无来花，啊，你会无欢喜。啊，毋过这钱我若是收，阮阿爸会搁较无欢喜。实在你啦，想讲都市上啊，甲钱伫咧使性地啊。钱我收起来。花这个礼是为了摆互恁歹结掉的。我若是收这个钱，
阮阿爸会足失志。你若发财我估摸的。你讲啥？这项代志自头到尾，我拢毋捌讲甲恁兜半句歹话哦。啊，你哪会安尼讲阮阿爸？你误会啦，我是唔甘要讲恁两边拢做石磨仔心啦。啊！紧离去啦！我看等下是换你咧做石磨仔心啦。我入来个。拍啥？无啊，你是三配英台咧18收茶，嘛无送啊遐久。当即摆厝地好安心啊，搁煞来去是要甲你娶某安尼？你是唔通去交一个欠头查某，以为你到这山转弯呢？好啦，我规日来带一个下新妇安尼无好啊。一支草有一点露，一支草有一点露。等下吧。我着摕迄个石磨仔遐倒钱啦。无人石磨说人算互我咧。无啊，等下有啊。啊，你是去人磕头会死的是？啊，若无石磨仔，哪会要算互你？无啊，敢是讲你叫你阿下啊请八音啊摕连炮啊去共闹这共会死的啊。爸，你转来哈？嗯。爸，你面前哪只摆？爸，咱石磨仔所吼，叫英俊摕倒钱来互咱呢。你爸刚才是谁会去？